来继续来到立法院，国民党团连续12届来主动，结果这个会期已经开会超过70天了，但是交一读的法案累积692案，拢也无任何的法案三读通过。国民团体开记者会，呼吁国民党的立委赶紧开会。我国要进步，院会要开会。因为立法院伫国民党团连续动12摆情形下，议事无法度进行，和国民团体看甲袂做咧。达到这个宣示效果就可以了，永远都用这个方式来处理。你是渎职啊，你是没有尽你的立法委员的工作，然后白领的薪水变成薪水小偷。目前没有任何的法律案被三读通过，这是非常严重的情形，而且是从第7届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状况。依照立法院的统计，这个会期已经开会超过70天，法律案大塞车，但要交付一读的议案已经有692案，其中包括未少重要的民生法案。实价登录2.0啊，货物税啊，要淘汰这个汽机车啊，要汰旧换新的补助，货物税的条例，通通都被塞住了。学校的卫生法，让他躺在那边不动，却去要求阁揆要针对莱猪的问题。做道歉了，这真的是非常荒唐，而且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。国民团体呼吁讲，国民党团主动议事，拄好就好，赶紧和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台做施政报告，并且执行立委的职权，通过重大的法案，才袂让国家社会受到严重的影响。